南向睇江景嘅露台與客廳完美聯通，對流空氣非常通風，順風又順水啊，讓我哋嘅生活指數又提高咗。大家好，我係 Amelia。今期節目我哋就嚟到中山西區嘅幸福會4期啦。佢係位於西區中心小學嘅門口，咁佢嘅教育資質啊都係非常好嘅，都方便我哋啲家長接送小朋友噶。1.5萬咧就可以輕鬆上車，咁最緊要咧就係精裝現樓交付，可以做到即買即收樓啦。呢個屋苑咧，佢係屬於一個圍合式嘅一個佈局嘅，戶型都係比較傳統少少噶啦。咁如果大家想要一啲朝南向啊，或者係朝北向嘅戶型咧，都係有噶，都可以滿足到我哋嘅。103平方嘅3房2廳2衛嘅示範單位，入戶玄關位咧係闊落明亮噶。向我嘅左手邊咧，呢度仲有設置咗一個大窗啊，咁打開嘅話咧係非常之通風噶。咁向呢個位置咧，仲可以擺翻一個大鞋櫃，都係冇問題噶。過玄關位入到客廳，我嘅左手邊就係廚房啦。L 字形嘅廚房設計，連接住生活嘅露台，動線分明，佈局合理，滿足晒我哋日常嘅百味烹飪。餐廳客廳一體嘅直通廳，視野明亮，寬敞通透。北向嘅一個露台係望返小區嘅園林啊。正3房嘅設計，間間都係全明自然採光啊！主人房咧係擁有獨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轉角位咧就可以望到我哋呢一個大面飄窗啦，咁採光通透都係非常之好。104平方嘅3房2廳2衛，同103平方呢個戶型係對稱噶，入戶玄關位都係闊落明亮噶。咁呢個位置係創意十足，同埋使用率100%噶。由玄關位行到廳，向我嘅左手邊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我哋嘅廚房啦。咁佢都係 L 字形嘅廚房設計，咁佢係連接住呢個生活露台噶，望返出去就可以睇到江景啦。打開呢個窗呢，係非常通風噶，順風又順水啊！餐廳客廳一體嘅直通廳，寬敞又明亮。響我身後呢，就係北向嘅一個生活露台，望返我哋嘅小區園林景啊！精裝3房，雙臥室仲擁有大飄窗啊！主人房自帶獨立嘅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佈局實用，兼具空間感同埋私密性，陽光喚醒每一天啊！120平方嘅3房2廳2衛啊，餐廳、客廳、陽台一線直落，採光明亮舒朗。轉角位就係廚房啦，L 字形嘅廚房設計，動線分明，佈局合理，而且係連接住我哋呢個生活大露台，2個人洗衫晾衫都係冇問題噶。呢個生活露台呢係望住我哋呢個小區嘅園林景噶。南向睇江景嘅露台與客廳完美聯通，對流空氣非常通風，順風又順水啊，讓我哋嘅生活指數又提高咗。格局方正嘅大3房啊，向我右手邊呢間呢，就係望向我哋嘅小區園林景噶，咁我左手邊呢2間呢，全部都係望我哋嘅江景同埋城市夜景噶，係非常之靚噶。小區嘅北向斜對面就係中醫院，樓盤嘅商業配套都係比較成熟。喜客多新鮮超市等等就係響樓下，買餸或者係日常消費都仲係比較方便噶。1棟2棟就已經賣晒啦，咁依家呢係主推3棟，係2梯4戶嘅103至138平方體江景嘅戶型啊，1.5萬就可以輕鬆上車啦。咁依家仲係精裝現樓交付，可以做到即買即收樓啊！咁樓盤究竟係點樣嘅呢？事不宜遲，跟住我哋嘅鏡頭一齊去睇睇啦！
好啦，今日3個戶型就已經睇完啦，1.5萬咧就可以輕鬆上車喎。咁最緊要咧就係精裝現樓交付，可以做到即買即收樓啦。快啲聯繫我哋嚟睇樓啦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